今日我哋會嚟學習第9章嘅1至到18節。今天要學習的第9章1到18節。我今日講到嘅題目叫做傳道人嘅心志。今天的題目叫傳道人的心志。保羅會提到教會嘅領袖。保羅會說到教會的領袖。領袖好多時候係一個公眾人物。領袖呢，很多時候是一個公眾的人物。佢哋所講嘅話，佢所以做嘅事都會吸引人嘅注意。他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情都很吸引人注意。有啲人會欣賞呢啲領袖嘅智慧。有些人會欣賞這些領袖的智慧，或者會尊重佢哋嘅觀點，或者是尊重他們的觀點。呢啲領袖所講嘅嘢，或者佢所做嘅事都會吸引人。這些領袖說的話和做的事情都會吸引人。但當然唔係一定每一個人都會中意呢啲嘅領袖。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喜歡這個領袖。有啲人可能唔中意某位領袖佢嘅外表或者佢嘅立場。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這個領袖的外表或者是他的立場。保羅就係面對一啲對佢有負面意見嘅群眾。保羅他就是面對了一些對他有負面影響的一些群眾。喺哥林多教會裏邊，在哥林多的教會裡面，有啲信徒對保羅有意見。有些信徒呢對保羅有意見，甚至佢哋質疑保羅有冇咁嘅權嚟到做佢哋嘅領袖。甚至他們會質疑保羅有沒有這樣的權柄來教導他們。懷疑保羅有冇咁嘅權力嚟到去要求佢哋做啲乜嘢。懷疑保羅他有沒有這權利來要求他們做什麼。我哋今日無論喺工作場所或者喺教會裏邊，都可能面對同樣嘅群眾。我們今天無論在工作或者教會的場所，都會面臨同樣的場景。有啲弟兄姊妹喺你嘅工作場所，可能係做一個主管。有些兄弟姊妹在一些職場裡面，可能是做一個主管。你嘅下屬可能年紀比你大。你的下屬呢，可能年紀比你大。喺公司嘅日子比你長。在公司的時間會比你長。佢哋可能尊重你嘅職位。他們可能尊重你的職位，但未必一定完完全全服從你嘅帶領。但不一定完完全全的服從你的帶領。喺教會裏邊可能都有類似嘅情形。在教會裡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你所帶領嘅同工可能比你更熟聖經。你所帶領的同工可能比你更熟悉聖經。喺教會服侍嘅時間比你耐。在教會服侍的時間更久。但係可能唔一定服從你嘅帶領。他們可能不一定服從你的帶領。所以無論係工作場所或者教會裏邊，我哋要帶領咁嘅人群，可能唔係咁容易。所以呢，不管是在工作場所或者是教會要帶領這個人，可能是不太容易。咁樣嚟睇，我哋點樣先能夠做一個有效嘅領導呢？那麼我們怎麼樣才能有效地做一個領袖呢？喺呢段經文當中，在這段經文當中，保羅所俾到我哋嘅答案，保羅給到我們的答案，同佢一直以嚟嘅教導係一致嘅。跟他以往的教導是一致的。佢認為真正嘅基督徒嘅自由，他認為真正基督徒的自由，唔係嚟到去堅持我哋自己個人嘅利益，不是堅持我們自己的利益，而係願意為到其他人嘅好處嚟到放低我哋嘅權利。而是為了其他人的好處來放下自己的權利。例如保羅之前教導我哋，例如保羅之前教導我們，喺哥林多信徒當中，在哥林多信徒當中，有啲人彼此告狀，有些人彼此告狀，甚至告上法庭。甚至呢告上法庭。保羅提醒佢哋，保羅提醒他們，教導佢哋甘願要放低自己嘅權利，教導他們要甘願放下自己的權益，甚至為到其他人嘅緣故蝕底，甚至呢為其他人的緣故呢自己受損。保羅佢自己亦都身體力行。保羅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上個禮拜我哋提到，上個星期我們說到，保羅話如果有啲人因為食咗呢啲拜過偶像嘅肉而跌倒嘅話，如果有人吃了拜偶像的那個祭肉而跌倒的話，保羅話佢願意一世都唔食肉。保羅說他願意一生都不吃肉。他甘願放低自己嘅自由，他甘願放下自己的自由，為咗嚟到造就其他人。為了造就其他人。呢一點就係保羅對於領袖嘅理解。這點呢，就是保羅對領袖的理解。佢願意放低自己可以持守嘅利益，他可以放下自己可以持守的利益，透過咁樣嚟到去表現出真正嘅權定。
透過這些來表達這真正的權柄。呢一點亦都係我哋作為領袖，我哋可以向保羅學習嘅地方。這一點呢，也是我們作為領袖可以學習的地方。喺當時候，在當時，信徒嘅爭論點，信徒的爭論點就係有關保羅作為領袖嘅資格。就是保羅作為領袖的資格。喺哥林多教會當中有啲嘅信徒懷疑，在哥林多教會當中，有些信徒懷疑，佢哋懷疑保羅有冇咁嘅權柄嚟到去教導佢哋？保羅有沒有這樣的權柄來教導他們？有冇咁嘅權柄嚟到帶領佢哋？有沒有這樣的權柄來帶領他們？為咗回應呢啲嘅疑問，為了回應這些疑問，首先保羅列出幾個領袖嘅記號，保羅列出幾個領袖的記號，證明佢的確係神所設立嘅領袖。證明他的確是神所確立的領袖。我哋先嚟睇第1到第3節。我們先看第1到第3節。請聽神嘅話語。請聽神的話語。哥林多後書第9章第1節。哥林多後書第9章第1到第3節。保羅話：我不是自由的嗎？我不是使徒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你們不是我在主裏面所做之工嗎？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裏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數。喺呢，我哋睇到使徒呢個嘅銜頭。首先我們看到使徒這個銜頭。使徒呢個希臘文嘅字嘅意思。使徒這個希臘文字的意思就係被差遣嘅人。就是被差遣的人。佢哋奉命嚟到執行特定嘅工作。他們奉命來做一些特定的工作。耶穌用呢個銜頭去稱呼佢所揀選嘅12個門徒。耶穌用這個銜頭來指定是他的揀選的12個門徒。但同樣喺初期教會當中，在初期的教會當中，使徒亦都係指到一啲開拓福音事工嘅人。使徒呢也指一些開拓福音的人。保羅就係其中一個人。保羅就是其中的一位。保羅提到佢作為使徒有2個嘅記號。保羅提到他作為使徒有2個記號。首先第一，佢親眼見過耶穌。首先第一個，他是親眼看見過耶穌。佢所指嘅係佢見過復活嘅主。首先所指的就是他見過復活的主。當時候發生嘅地點係喺往大馬士革嘅路上面。當時所發生的地點是他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當時候保羅仍然唔係基督徒。當時保羅還不是基督徒。實際上佢去大馬士革，佢係去捉基督徒。實際上他去大馬士革去逮捕那些基督徒。但係主向佢顯現。但是主呢向他顯現。完完全全改變咗佢嘅人生。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之後佢回顧嗰個經歷。之後呢，他回顧這個經歷。佢喺《使徒行傳》22章7到8節咁樣講。他在《使徒行傳》的22章第7節。佢話：我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我回答說：主啊，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嘅拿撒勒人耶穌。在《使徒行傳》22章第7節這樣說：我就撲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我回答說：主啊，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掃羅係佢原本嘅名。掃羅原是他原本的名字。後來佢嘅名改做保羅。後來改為保羅。佢睇到天上面有一道嘅強光。他看到天上有一道強光，使到佢暫時失明。讓他暫時的失眠。然之後天上面有聲音吩咐佢。然後天上有聲音吩咐他說：你要入去個城裏邊，然後進城。你入到去個城市裏邊。他進到城裡面。然之後就會見到一個叫做亞拿尼亞嘅信徒。他會見到一個亞拿尼亞的人。後嚟亞拿尼亞就將保羅嘅視力恢復。後來呢，亞拿尼亞呢就把保羅的視力恢復了。之後保羅有一次祈禱。之後呢，保羅有一次祈禱。然後主再一次同佢講話。主呢再一次就跟他說。喺同一段經文嘅21節。在同段經文的第21節。保羅話：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
耶穌呼召保羅，耶穌呼召保羅，差遣佢成為一個外邦人嘅使徒。差遣他成為一個外邦人的使徒。從此佢就向人嚟到見證復活嘅救主。從此呢，他就向人見證主復活的奇蹟。哥林多嘅信徒就係保羅所傳福音得出嚟嘅結果。哥林多信徒就是保羅傳福音的結果。所以呢個就係第二個見證佢係真正嘅使徒嘅一個嘅記號。這個呢，就是保羅是真正信徒的第二個記號。保羅形容哥林多信徒係佢自己嘅印證。保羅形容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他自己的印記。意思就係一個印記。意思就是一個印記。話說喺當時候一啲寫信嘅人，話說當時寫信的人，佢哋寫咗封信之後，他們寫好之後，就會用一啲融化咗嘅蠟嚟到去將信件封口。他會將一些蠟融化了之後，把那個信封口，然之後喺上面刻個印，然後在上面呢蓋一個章，嚟到證明話寄信嘅人係邊個。然後證明寄信的人是誰。所以保羅話哥林多嘅信徒帶住佢嘅印記。然後保羅說哥林多的信徒帶着他的印記。保羅係從耶穌身上學習。保羅是從耶穌身上學習。然之後哥林多人係領受咗保羅嘅教導。然後哥林多的人就領受了保羅的教導。因此佢哋所相信嘅係同一位主。因此他們所相信的是同一位主。甚至保羅幫佢哋建立佢哋嘅教會。甚至呢，保羅幫他們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教會。因此佢哋點樣可以懷疑保羅唔係一個真正嘅使徒呢？因此他們怎麼可以懷疑保羅不是一個真正的信徒呢？因此工作係可以證明工人嘅身份。因此呢，工作呢可以證明工人的身份。保羅係活喺2000年前。保羅是活在2000多年前。但係直到今日，神仍然選召一啲嘅工人。但是直到今天，神仍然選擇一些工人，俾到佢哋唔同嘅恩賜，給他們不同的恩賜，安排佢哋喺教會嚟到去侍奉。安排他們在教會裡面侍奉。當中有作為教師嘅，有作為一啲嘅領袖嘅。當中有些做教師的，作為領袖的。當然呢啲人唔單止係所謂嘅傳道人而已。當然，這些人不光是傳道人而已，亦都包括一啲嘅平信徒嘅領袖。也包括一些平信徒的領袖。咁樣我哋點樣先知道呢啲領袖係神所委派嘅呢？我們怎麼知道這些領袖是神所委派的呢？我哋可以留意佢哋嘅教導。我們可以留意他們的教導，留意佢哋嘅生活。留意他們的生活。我哋睇佢哋嘅教導係是否按照聖經嚟講？他們的教導是否按照聖經來說的？定還是佢哋只係分享佢哋個人嘅意見？或者只是分享他們個人的意見？佢哋到底有冇好忠實嘅嚟到去解釋經文？他們有沒有忠實的解釋經文？除咗幫助人明白真理之外，除了幫別人明白聖經之外，佢哋有冇幫助人嚟到去應用真理？有沒有幫助別人去應用真理？除此之外，當佢哋唔係做緊教導嘅時候，當他們不做教導之外，佢哋有冇去參加主日學？他有沒有去參加主日學？當佢哋唔係做老師嘅時候，佢哋有冇做學生？他們不做老師的時候，有沒有做學生？當然，我哋唔係要吹毛求疵。當然，我們不是要吹毛求疵，或者我哋要論斷其他人。或者是我們要論斷其他人。你麥克風下面有聲音，我先都有啦。OK， 畢竟冇任何人係完美嘅。畢竟呢，沒有任何人是完美的。但係教會當中嘅領袖應該係一個屬靈品格嘅榜樣。但是教會的領袖呢，應該是屬靈品格的榜樣。因此，可能你唔中意佢嘅個人風格。因此呢，可能你不喜歡他個人的風格，唔中意佢嘅個性，不喜歡他的個性。但係如果佢哋係跟隨主嘅話，但是如果他是跟隨主的話，我哋就必須要跟隨呢啲嘅領袖。我們就必須要跟隨這樣的領袖。我哋應該常常為佢哋祈禱。我們應該常常為他們祈禱。常常要鼓勵佢哋，常常鼓勵他們，支持佢哋，支持他們，使到佢哋喺所侍奉嘅崗位上面能夠忠心。讓他們在所侍奉的崗位上所忠心。因此，保羅向哥林多信徒提出
兩個嘅記號，因此呢，保羅向哥林多的信徒提出兩個記號，嚟到證明佢作為使徒嘅身份。來證明他作為使徒的身份。接住落嚟，佢提出一個相關嘅課題。接着他提出了另外一個相關的課題。佢話基督徒應該嚟喺經濟上面供應佢哋嘅屬靈領袖。基督徒應該在經濟上來供應他們的屬靈領袖。喺呢度，保羅有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論點。在這裡，保羅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論點。因為當時候嘅教會當中，因為當時的教會當中，有啲人覺得保羅唔似其他人咁樣，其他傳道人咁樣接受教會嘅供應。因為信徒都覺得保羅不像其他傳道人那樣來接受聖徒的那個供應，因此證明佢根本唔係一個使徒。來證明他們根本不是一個使徒。就好似話，如果你冇攞到某間公司嘅薪水嘅話，就證明你唔係嗰間公司嘅僱員。就好像你不拿那個公司的錢，你就不是那個公司的員工一樣。保羅喺後邊會解釋點解佢唔接受教會嘅供應。保羅在後面會解釋他為什麼不接受聖徒的供應。但係喺呢度，但在這裡，保羅首先提出有幾個嘅原因。保羅提出有幾個原因。佢話教會應該喺經濟上面供應佢哋嘅領袖。教會應該在經濟上供應他們的領袖。佢提出4個嘅理由。他提出4個理由。首先係基於實際嘅先例。首先是基於實際的先例。我哋先嚟睇第4到第6節。我們先來看第4到第6節。保羅話：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吃喝嗎？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着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基法就係彼得一樣嗎？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做工嗎？佢話有其他嘅傳道人接受教會嘅供應。他說有其他領袖接受呢聖徒的供應。喺當時，除咗一啲嘅傳道人之外，在當時除了一些傳道人之外，仲有啲巡迴演講嘅一啲嘅學者，還有一些巡迴演講嘅一些學者，或者一啲嘅哲學家，或者一些哲學家，佢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嚟到演說，他們到不同嘅地方去演說，佢哋會透過唔同嘅方式嚟到維持佢哋嘅生活。他們會透過不同嘅方式來維持他們嘅生活。咁啊，佢哋可能會收演講費，他們可能要收演講費，或者揾一啲人嚟到贊助佢哋，或者找一些人贊助他們，或者佢哋做一啲兼職嘅工作，或者做一些兼職嘅工作，甚至嚟到乞食過生活，甚至呢來祈禱來生活，討飯。喺路加福音裏記載，在路加福音裡面係記載嘅，有幾位有錢嘅姊妹，佢哋支持耶穌同佢嘅門徒嘅福音事工。有些有錢的那個姐妹來支持他們些傳道人，支持耶穌同埋一啲佢嘅門徒嘅事工。支持些耶穌和他一些門徒。至於保羅嘅話，至於保羅的話，使徒行傳話俾我哋聽，使徒行傳呢告訴我們，佢靠整帳篷嚟到去維持佢嘅生活。他靠織帳篷來維持生活。直到今日為止，直到今天為止，有啲教會可能佢俾唔起一啲傳道人嘅全額嘅薪水。教會呢可能給不了全額的那個經費給那個牧師。所以呢啲嘅牧師可能佢要喺外邊自己做工嚟到維持佢嘅生活。這些牧師呢可能在外面呢兼職來維持生活。所以我哋叫呢啲嘅傳道人叫做帳篷傳道人。所以我們叫這些傳道人叫帳篷傳道人。英文就係 tent makers，就從保羅呢個榜樣嚟到所學習。就是從保羅這個榜樣來學習到的。然之後，保羅再提出第2個論點。保羅再提出第2個論點，就係按照當時候社會嘅常規。就是當時社會的常規。我哋睇第7節。我們來看第7節。佢呢度問佢話：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裏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第7節，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裏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
保羅喺呢度提出3種嘅職業：保羅在這裡提出3種的職業：士兵、士兵、農夫農夫同埋牧人。還有牧人。佢嘅原則都係一樣，他們的原則都是一樣，就係話一啲勞動嘅人有權利享受佢哋勞動所得出嚟嘅結果。就是勞動者可以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然之後第3個理由，第3個理由，保羅引用聖經嘅原則。保羅引用聖經的原則。我哋睇8到12節。我們看第8到12節。第8節，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嗎？就如摩西的律法記着說，牛在場上踩谷的時候，不可攏住他的嘴。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嗎？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分明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當存着指望去耕種，打場的當存着得糧的指望去打場。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嗎？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原來喺古代嘅時候，在古代嘅時候，當農夫收割咗啲大麥小麥之後，當農夫收割了大麥和小麥之後，佢哋會將啲穀粒留喺地面上面。他們將些穀子呢留在地面上，然之後揾啲牛踩喺上邊。找些牛來踩在上面，踩搭在上面。然之後用咁嘅方法嚟到去將呢個穀殼嚟到分開。將那個穀殼分開。當牛一邊行嘅時候，牛在一邊走嘅時候，好自然就耷低頭食其中一啲嘅穀粒。很自然，他們就低頭吃那個穀子。因此保羅就話摩西律法嗰度有講明。因此呢，就保羅說摩西的律法裡面就有說，作為農夫嘅你唔好阻止呢啲動物食地上嘅嘢。農夫就不能阻止嘅牛吃地上的食物。神甚至顧念呢啲嘅動物。神甚至顧念那些動物。唔希望佢哋受到人嘅剝削。不希望他們受到人的剝削。所以既然呢啲嘅律法嘅規定應用喺牛、應用喺農夫嘅身上嘅時候，既然這些規定運用在牛和農夫的身上，更加適用於喺傳道嘅人身上。更加適用在傳道人的身上。基督徒嘅領袖同樣有權利接受各樣嘅供應。基督徒的領袖呢，更有權利接受個人的供應。保羅再提出第4個嘅原因。保羅再提出第4個原因，就係利未人嘅制度。就是利未人的制度。喺舊約裏邊，以色列有12個支派。在舊約裡面，以色列人有12個支派。其中一個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其中有一個支派叫利未支派。神將利未支派分出嚟作為喺聖殿裏邊服侍嘅人。神呢將利未支派分別出來，作為在聖殿裡面的侍奉。所以佢哋全時間喺聖殿裏邊工作。他們全時間在聖殿裡面工作。佢哋就靠其他嘅11個支派嚟到維持佢哋嘅生活。他們就靠另外11個支派人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當呢11個支派佢哋奉獻嘅時候，當11個支派奉獻嘅時候，唔理係農產品或者係動物嘅肉，不管是農產品或是動物的肉，有部分就成為利未支派佢哋嘅人嘅食物來源。部分呢就成為了利未支派他們的食物來源。因此神吩咐佢嘅子民，因此呢，神吩咐他們的子民要嚟到供應一啲專心喺屬靈服侍嘅人。要供應他們一些專心在服侍的人。因此根據呢4個理由，根據這4個理由，保羅話教會應該嚟到供應傳道人嘅需要。教會呢應該供應傳道人的需要。你知嘛？有時候睇一個牧師佢嘅外表，有時候牧師的外表就可以多多少少知道佢嘅教會點樣嚟到供應呢位牧師嘅需要。就可以多多少少知道教會是怎麼樣供應牧師的需要。有咁樣一個故事，有這樣的一個故事。話說有一個牧師佢自己養咗一隻馬。話說有個牧師養了一匹馬。嗰隻馬非常嘅健壯。這馬呢非常的健壯。教會嘅會眾亦都好羨慕。教會的會眾都很羨慕。但係唔知點解個牧師好瘦。但不知怎麼那牧師很瘦。
因此有一位會友佢就忍唔住佢就問牧師，有個會友呢，忍不住問牧師啦。佢話：哎呀，牧師，點解你隻馬咁靚，但係你咁瘦嘅？那個馬這麼漂亮，怎麼你那麼瘦呢？牧師就回答：牧師就回答說：我專心嚟到養我隻馬，我專心養我的馬。我係你哋餵嘅，我呢是你們餵養。我餵隻馬，你哋餵我。我餵馬，你們餵我。明白呢個道理嚇？好，我睇落好似有啲瘦啊，呃人嘅啫，我用件衫冚住啫，用衣服蓋住。牧師呢餵養他兩個兒子，肥壯的兒子。對，他們很肥壯，錢都花在他們身上。我哋都知道金錢有時候係一個好敏感嘅話題，有時候呢，金錢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特別喺中國人嘅社會當中。尤其是在中國人的當中。但係聖經既然咁樣教導，但是聖經這樣教導，我哋咁樣學習，我們就這樣學習。因此保羅嘅教導仍然適用喺今日嘅教會。保羅的教導仍然適用現在的教會。從聖經嘅角度嚟睇，從聖經的角度來看，俾傳道人嘅薪水唔止係薪水而已。給傳道人薪水呢，不僅僅是薪水而已。雖然牧師跟一般人一樣都需要報稅，牧師跟普通人一樣也要報稅。俾牧師嘅薪水其實係俾佢嘅供應，給牧師的薪水呢，其實是給牧師的供應，使到傳道人唔使擔心生活嘅開支，使傳道人不用擔心生活的開支。同時俾牧師嘅薪水，同時給牧師的薪水，唔似我哋去餐館食飯俾 tips 咁樣。不像我們去餐館給的小費。服務滿意我就俾多啲。服務如果滿意呢，就多給一點。唔應該係咁樣嘅。不應該是這樣的。因為侍奉最終唔係睇所謂嘅成果。侍奉呢，最終不是說所謂的成果。唔係睇所謂嘅我哋嘅滿意程度。不是看我們滿意的程度。但係要睇服侍嘅人有冇忠心。而是要看服侍人有沒有忠心。因此到目前為止，因此到目前為止，保羅講到真正屬靈領袖嘅記號。保羅講到了真正屬靈領袖的記號。然之後提醒教會要供應俾領袖嘅需要。提醒教會呢要供應領袖的需要。保羅佢自己亦都有權接受教會嘅支持。保羅他自己也有權接受教會的支持。但係佢卻冇咁樣去做。但是呢，他卻沒有這樣做。透過咁樣嘅決定，透過這樣的決定，佢要表明一個傳道嘅人一個犧牲嘅精神。他要表達一個傳道人嘅犧牲的精神。我哋繼續嚟睇15到18節。我們繼續來看第15到第18節。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保羅佢好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保羅他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作為使徒唔係一份職業。作為一個使徒，不是個職業，乃係神嘅呼召。乃是神的呼召。因此對佢嚟講，因此對他而言，傳福音唔只係完成一個責任，傳福音不僅是完成一個責任，而且更加係甘心樂意嚟到去承擔呢個特權。而是甘心樂意地承擔這個特權。喺頭先我哋讀嘅呢段經文裏邊，在剛才我們讀的這段經文裡面，保羅用兩個字眼嚟到表達佢嘅心志。保羅用兩個字眼來表達他的心志。首先就係誇呢個字。首先就是誇。保羅所誇嘅唔係佢自己。保羅所誇的不是他自己。佢所誇嘅事情乃係。他所誇的事情乃是。佢唔需要透過其他人嘅支持，佢可以安心嘅嚟到傳福音。他不需要透過其他人支持，他來的傳福音。因此佢感到喜樂。因此呢，他可以感到喜樂。佢亦都感到自由。他感到自由。
當然，當保羅咁樣做嘅時候，當保羅這樣做的時候，佢唔係睇唔起一啲接受教會支持嘅傳道人，他不是看不起一些接受教會支持的人，只係佢個人嘅選擇。這是他個人的選擇。佢唔接受教會嘅支持，他不接受教會的支持，但係佢從其中佢感覺到喜樂，他從其中可以感覺到喜樂，亦都表達佢嘅知足嘅心。表達他一個知足的心。佢完全相信神會供應俾佢一切所需要嘅。他完完全全相信神會供應。除咗誇呢個字之外，除了誇這個字，我哋亦都睇到賞賜呢個字眼。我們也看到賞賜這個字。保羅嘅賞賜係乜嘢呢？保羅他的賞賜是什麼？佢喺18節咁樣講。18節是這樣說的。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因此，對於保羅嚟講，因此呢，對於保羅來說，佢所傳道嘅人可以毫無壓力嘅聽到福音，他所傳道嘅人可以毫無壓力地來聽福音，唔需要覺得佢要俾錢保羅。不需要覺得他要付錢給保羅。呢個本身就係保羅佢認為嘅賞賜。這個本身就是保羅認為他得的賞賜。因此佢唔希望人哋覺得基督信仰只不過係另外一個牟利嘅宗教。因此呢，他就不想讓大家認為這基督福音是另外一個牟利的機構。雖然保羅佢選擇唔要教會嘅支持，雖然保羅選擇他不需要教會的支持，但係佢並冇要求其他傳道人學佢咁樣。他不要求其他傳道人像他一樣。可以想像，有時候保羅亦都接受其他人嘅幫助。保羅有時候他也接受其他人的幫助，例如食物，比如食物，例如住宿，住宿或者旅費，或者是旅行。只不過就話保羅佢唔會主動嘅問人攞呢啲嘢。他不會主動的是讓別人要，向別人要。直到今日，直到今天，我哋仍然睇到咁樣嘅原則。我們仍然看到這樣的原則。例如話有啲教會佢哋有做一啲社會福利嘅事情。比如有些教會，他做一些社會福利的事情。佢哋並冇向政府嚟到申請補助。他們並沒有向政府申請補貼。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政府可能認為，你攞我嘅錢，咁就你就要聽我嘅話。政府說你要我的錢，你就要聽我的話。好可能政府就禁止教會，你攞咗錢之後你就唔可以傳福音。政府呢可以說你拿了補貼之後，你不能傳福音。因此呢啲機構寧願唔妥協佢哋嘅信仰。這些機構呢就寧可不妥協他們的信仰。佢哋選擇嚟到完全嘅依靠神。他們選擇完全的依靠神。喺教會歷史上面，在教會的歷史上，亦都有啲嘅重要嘅人物持守同樣嘅原則。也有些人呢持守同樣的原則。戴德生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戴德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弟兄姊妹有邊位聽過戴德生呢個名㗎？大家有沒有聽說過戴德生？每一次佢點？戴德生佢做咗好多華人福音嘅事工。戴德生呢做了很多華人福音的事工。喺1853年，在1853年，戴德生佢只有21歲。他只有21歲。佢第一次去到中國。他第一次來到中國。1853年嗰陣時仲係清朝嘅末期1853還是清朝的末年。後來戴德生佢成立咗中國內地會。後來戴德生呢成立了中國的內地會，專門向中國人嚟到傳福音。專門向中國人傳福音。呢個機構後嚟改咗名。這個機構呢後來改名，叫做海外基督使團。叫海外基督使團。呢個機構有一個特色。這個機構有個特色。從來冇公開嘅籌款。他們從來不公開的籌款。因為戴德生佢曾經講過咁樣一句話。戴德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佢話照着神嘅方法做神嘅工，必不缺乏神嘅供應。說照着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必不缺少神的供應。神
大大嘅祝福呢個嘅機構，神呢就大大的祝福這樣的機構，直到今日。直到今天，戴德生之後嘅4代嘅後代，戴德生之後的4代，仍然投入喺華人嘅福音事工當中。仍然投入在華人的福音事工當中。佢哋好多嘅後代唔只有中文名，他們的後代不光有中文名，仲講非常流利嘅普通話，還有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所以實在係非常嘅不可思議。真是不可思議。神大大嘅祝福戴德生同佢嘅後代。神大大的祝福戴德生和他的後代。咁我哋從戴德生嘅身上，從保羅嘅身上學到啲乜嘢呢？我們從戴德生和保羅的身上學到什麼？我哋大部分人神唔一定嚟到揀選你成為傳道人或者宣教士。神呢不一定從大家當中揀選為傳道人。你唔一定做全時間嘅傳道工作，你不一定做全時間的傳道工作。但係神卻係揀選每一位信徒成為全時間見證福音嘅人。但是神呢揀選每一位信徒作為全時間神的見證人。因此唔論你去到邊度，因此呢，不管你去到哪裡，唔論你做緊啲乜嘢，不管你幹什麼，你都係代表住神。你都是代表着神。因此我哋要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因此呢，我們要經常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哋嘅生活有冇嚟到反映出神嘅樣式？我們的生活有沒有反映出神的樣式？定還是我哋嘅生活成為攔阻人認識神嘅一個障礙？或者我們的生活成為攔阻人的一個障礙？我哋着乜嘢用乜嘢？我們穿什麼用什麼？或者我哋講話嘅方式，或者我們說話的方式，會唔會吸引人嚟到去歸向神呢？有沒有吸引人來歸向神？我哋嘅生命應該係反映呢位住喺我哋裏邊嘅神，我們的生命應該反映住在我們裡面的神，而唔係吸引其他人嚟到注意我哋身上嘅唔同嘅嘜頭。而不是吸引別人我們注意到我們身上的所謂行頭。我們不穿不同牌子，那是標籤。名牌。所以願意我哋嘅生活唔係誇耀我哋所擁有嘅嘢。所以願我們的生活不是誇耀我們擁有什麼，乃係誇耀嗰位擁有我哋生命嘅主。乃是誇耀擁有我們生命的主。願意我哋唔係追逐呢個世界一啲短暫嘅賞賜。因為我們不要追逐這個世界短暫的一些那個賞賜。一啲可以嚟到計算嘅物質。一些可以計算的物質。一啲可以令我哋演嘢嘅嘢。一些讓我們引以為豪的東西。但係呢啲嘢只不過係轉眼即逝。但是這些東西是轉眼即逝。願意我哋定睛喺神俾我哋嘅永恆嘅賞賜。讓我們定睛在神給我們永恆的賞賜。我哋所能夠誇耀嘅，我們可以誇耀的，但係我哋係神嘅兒女。乃是我們是神的兒女。因此透過呢段經文，因此呢，透過這段經文，保羅教導我哋，保羅教導我們，作為一個領袖，作為一個領袖，我哋應該甘願放低我哋可以把持嘅一啲利益。作為領袖，我們應該甘願地放棄我們可以把持的利益，藉此嚟到去顯示出我哋真正嘅一啲嘅權柄。借此來顯示我們真正的權柄。因此作為一個領袖，作為一個領袖，我哋唔需要不斷去爭取我哋以為應該得到嘅待遇。我們不需要繼續去爭取一些我們的利益，乃係我哋願意放低呢啲嘅權利，乃是我們願意放下這些權利，讓我哋能夠更自由嘅嚟到去服侍神，讓我們更自由地服侍神，更有效嘅嚟到服侍神，更有效地服侍神。畢竟呢個就係耶穌基督為我哋所設立嘅榜樣。畢竟呢，這是耶穌基督為我們設立的榜樣。耶穌佢擁有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耶穌擁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佢可以用佢嘅權能嚟到強迫我哋嚟到去聽佢話。他可以用他的權柄來強迫我們聽他的話。但係耶穌佢係選擇一種甘願順服嘅樣式。但是耶穌呢就選擇一種甘願順服的樣式。佢順服父神嘅委派。他順服父神的委派。以一個謙卑僕人嘅身份嚟到世上。一個謙卑和的僕人的形象。默默嘅承擔痛苦。默默地承擔痛苦。承擔其他人嘅拒絕。承擔其他人的拒絕。甚至羞辱。
甚至是羞辱，為嘅只係為咗救我哋。为了就是为拯救我们。因此，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因此，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願意我哋嘅生命反映出耶穌嘅腳蹤。愿我们的生命反映耶稣的脚蹤。當我哋覺得我哋嘅權利受到威脅嘅時候，當我們的權利受到威脅的時候，覺得我哋嘅權利受到忽略嘅時候，當我們的權利受到忽略的時候，我哋要不斷嘅想起主。我們要不斷地想起主。當我哋定睛仰望耶穌嘅時候，當我們定睛仰望主的時候，我哋就願意放低自己嘅權利，我們就願意放下我們自己的權利，放低自己嘅舒適，放下自己的舒適，放低我哋個人嘅喜好。放下個人的喜好。如果當我哋咁樣嚟到犧牲嘅時候，當我們這樣犧牲的時候，能夠吸引人嚟到認識主嘅話，能夠吸引來認識主的話，呢一切嘅犧牲都係值得嘅。這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願神嘅話語祝福我哋每一位。願神的話語祝福我們每一位。請我哋低頭嚟到向神祈禱。我們一起來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你，你為我哋成立咗一個謙卑嘅樣式，亦甘願放低自己本來可以享受嘅權利，為到救我哋犧牲你自己，願意呢個係我哋所效法嘅一個榜樣。唔理我哋喺工作場所，或者我喺教會喺任何嘅地方，作為一個領袖嘅時候，我願意為咗其他人嘅好處嚟放低自己嘅利益。主，我哋感謝你喺我哋教會過去嘅年日當中，你興起唔同嘅領袖，作為教會嘅帶領，或者係作為一啲教導真理嘅老師。懇求神繼續嚟到興起更多嘅領袖喺唔同嘅崗位嚟到服侍你。願我哋一同效法主耶穌基督嘅樣式，甘願順服，跟隨主你嘅教導，帶領人嚟到你嘅面前。主啊，我們感謝你，為到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樹立的一個謙卑的榜樣，我們感謝主。主耶穌他擁有一切的權柄，但為了救我們，他甘願捨棄自己。這個就是我們作為一個領袖該學習的樣式。不論我們在工作場所、在教會或者在任何地方，當我們做一個領袖的時候，願意我們效法耶穌這個謙卑的榜樣，甘願放下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也感謝主，在過去的年日，你在我們教會當中興起不同的領袖們、不同的老師們，他們帶領教會，他們教導聖經，願意神來報答他們的忠心。在往後，願意神你興起更多的領袖們，來學習主你的榜樣，忠心義意的來跟隨主，帶領人也同樣跟隨主你的腳步。懇求神繼續來祝福我們的教會，聽我們這樣子的禱告，祈求感恩，奉靠救主耶穌基督你的聖名，聽我哋咁樣祈禱感恩，奉靠救主耶穌基督你嘅聖名，阿們。